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店長 Alex 啊。上一集阿 Steve 咧就已經同大家介紹過呢對 Busway 嘅三刀碳纖輪圈，而佢嘅原廠設定為36T 嘅咬合點。但係我店長 Alex 咧可能比較中意爆車同埋中意刺激一啲啦，我就會選擇54T。而大家應該好想知道54T 同埋36T 到底兩者之間嘅聲音分別係點嘅呢？嗱，今日咧我已經準備好54T翻嚟裝上去呢個三刀碳纖輪圈嗰度，作一個聲音對比測試。而家馬上同大家即刻去片。大家係咪好想知道到底原裝36T 嘅花鼓擊輪聲音同埋改裝之後嘅54T 花鼓擊輪聲音，到底大家嘅質感密度有咩差異呢？而家好快就會有答案啦！為咗聽得更加清楚，我哋而家將一支咪 set 咗喺呢一個位置。嗱，而家首先同大家聽一聽原裝 Busway 嘅三刀碳纖輪圈嘅36T 擊輪花鼓聲音嘅質感密度到底係點樣嘅先。嗱，而家呢個咧就係換咗54T 擊輪嘅聲音，大家聽一聽到底有咩分別先。近排唔知大家有冇發現，有一個 S 字頭嘅品牌出咗碳纖輪組俾 Java Neo 用啊！佢花鼓裏面嘅設計係用緊彈弓雞仔嘅設計，即係同原裝一樣啊！價錢仲要成幾千蚊對添。我認為如果玩呢一種設計，就倒不如玩返原裝跟車輪框就算啦。因為分分鐘可能只係外觀上有差異嘅啫。我認為舊款嘅雞仔彈弓塔機應該淘汰先至係。如果原裝車跟嚟嘅話呢，就冇得好講啦，係咪先？現實呢就真係好殘酷嘅，有比較自然有傷害。點解我會咁樣講呢？嗱，如果你使咗錢去投資，你又梗係想得到最好嘅回報啦，係咪先？以我所知呢，暫時可以更換擊輪嘅碳纖維輪圈俾 Java Neo 用嘅話呢，款式就唔係好多嘅。我店長認為呢，有得更換擊輪就梗係好過冇得換啦。我個人呢，肯定鍾意 DT 呢一種設計嘅，因為佢設計簡單、維修容易、傳動力直接。仲可以因應你唔同嘅需要去換唔同嘅瓦數擊輪添。總言之呢，你用過呢一種設計呢，就包你返唔到轉頭。Busway 嘅碳纖輪組佢原廠仲有5年嘅保用，塔機仲有3年嘅保用，非人為損壞。我店長 Alex 今次真係誠意嘅推介。下集我哋再見。拜拜。